我哋今日要探討嘅重點問題係喺市場已經出現咗一輪強勁嘅升勢之後，仲有冇上行空間呢？而家入市又會唔會太遲？簡單嚟講，我哋認為係唔遲嘅，後市應該仲有得上。今日就等我一步一步咁同大家講解下點解我哋覺得而家入市都仲未算遲，同埋市場背後有咩推動力，仲有啲乜嘢機會同埋風險要留意。簡單嚟講，我哋覺得而家入市並未算遲，我哋仍然睇好中國市場，覺得有進一步上升嘅潛力，主要因為仲有唔同嘅催化因素所支持。不過考慮到前期嘅升幅基數高咗，未來嘅升勢可能就會比上半年慢一啲。其實到目前為止，推動市場上升嘅基本面因素都仲係喺初期階段。我哋預期唔同行業嘅基本面會進一步改善。跟住落嚟，我就會簡單咁講解一下幾個有顯著增長動力嘅行業同埋主題。首先係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喺唔同嘅行業應用越嚟越普及，無論係製造業定係服務業 ，AI 嘅採用速度都加快緊，為人工智能產業鏈入邊嘅相關企業帶嚟咗新嘅增長機會。跟住係人形機械人。人形機械人係一個好有潛力嘅行業板塊，喺唔同嘅行業都有應用空間。而我哋就正係向大規模商業化邁進緊。隨住技術逐漸成熟，相關嘅企業亦都有望錄得顯著嘅增長。仲有醫藥板塊，中國生物科技公司因為成本嘅優勢，今年攞到一系列金額龐大嘅授權同埋外包訂單。除咗生物科技公司之外，當新藥陸續進入臨床試驗同埋生產階段，整個藥物開發供應鏈都會受惠。另一個重要因素就係資產持續流入股票市場。我哋見到資金由債券市場同埋家庭儲蓄慢慢轉去股票市場。而家滬深300指數嘅股息率有 2.6%， 明顯高過10年期中國國債嘅 1.8% 息率，令股票成為一個更有吸引力嘅固定收益替代品。同樣地，家庭儲蓄轉投股票市場都只係啱啱開始。雖然儲蓄比率下降幅度唔多，但係隨住股票市場升勢帶動信心回升，我哋預期呢個趨勢會加快，為市場帶嚟更多嘅動力。講到外資，呢個都係一個重要嘅催化劑。過去幾年外資大幅減持中國股票，但係而家隨住行業基本面改善，企業盈利增長穩定，加上中國市場表現持續跑贏其他市場，我哋預期外資會慢慢增加對中國市場嘅配置。其實由年初至今，我哋已經見到唔少海外嘅對沖基金同埋亞太區嘅長線基金開始流入中國市場。隨住投資者信心逐步改善，我哋相信環球長線基金會更加積極咁樣部署同埋投資中國市場，推動整體市場嘅估值上升。當然，我哋都要正視市場嘅風險，地緣政治緊張、偏弱嘅經濟增長數據同埋其他宏觀因素都可能引起市場波動。近期升得多嘅行業或者個股，亦都可能要面對獲利回吐嘅壓力。不過，我哋認為呢啲回調係健康嘅，仲可能係入市嘅好機會添。特別係一啲基本面強勁、質素高又有海外銷售同埋競爭力嘅公司，喺股價回落之後，估值仲會變得更加吸引。今次升市主要係由流動性推動，背後有兩大類買家。第一就係內地嘅散戶投資者，佢哋湧入股市係因為股票回報率比樓市、債券或者定期存款更加吸引。第二就係保險公司，佢哋都將資金由固定收益產品轉去股票市場，因為股票嘅股息回報率比債券嘅債息率更加高。對於追求高回報率嘅保險資金嚟講，吸引力自然大咗。雖然內地經濟數據偏弱，但係 A 股市場仍然升勢凌厲，主要原因有幾個。首先，今次升市主要係靠流動性充裕，加上資產重新配置，帶動資金流入，推高咗估值。即使經濟基本面並未有大幅改善，市場都照樣大升。其次，市場有好多時都會領先基本面，會預先反映政府可能推出嘅刺激政策同埋經濟復甦嘅預期。雖然呢啲政策未必即時見效，但係市場已經預先開始計價，推動咗股市嘅上升。最後，
而家嘅新興經濟板塊，譬如互聯網啦、電商、電動車、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同埋清潔能源等等，已經佔咗成個市場嘅大約60%左右。相反，傳統經濟行業，即係對宏觀經濟比較敏感嘅行業，例如係銀行、地產板塊等等，就只係佔咗市場嘅40%左右。呢個轉變代表而家市場更加充分反映國家嘅創新動力，同埋基本面比較好嘅新經濟板塊，而唔係淨係睇宏觀經濟表現。人工智能嘅供應鏈好長又好深，提供咗嘅機會唔單止淨係喺香港上市嘅互聯網公司，除咗 H 股市場嘅互聯網龍頭之外，中國 A 股市場入邊亦都有唔少港股市場所冇嘅 AI 相關投資機會。首先係人工智能基礎設施相關行業，譬如網絡同埋通訊，生產光通訊設備同埋伺服器嘅企業，好似嗰啲做光模組、伺服器同埋相關零部件嘅公司。另外，算力公司，譬如各類 AI 晶片設計商，好似設計高性能 GPU 或者 CPU 嘅晶片公司等等。仲有印刷電路板，即係 PCB， 基本上就係所有電子產品入邊都要用到嘅設備，係人工智能功能嘅關鍵零部件。仲有熱管理系統，好似一啲幫人工智能數據中心或者係伺服器做液冷方案嘅公司。仲有電源管理，譬如一啲專注做不斷電系統，即係 UPS 同埋儲能系統，幫助確保數據中心可以穩定運作嘅企業。仲有材料，好似提供玻璃纖維等等人工智能相關網絡通訊所需要嘅材料供應商等等。跟住仲有人工智能應用相關行業，譬如係智能家居同埋家電，將人工智能融入喺家居自動化同埋消費電子產品，好似嗰啲智能燈啊、智能冷氣之類嘅公司。仲有自動駕駛，包括一啲幫助實現人工智能駕駛技術嘅汽車零部件製造商。有啲人可能會擔心，太集中咁投資喺人工智能相關行業，會唔會有風險？我哋都明白呢一個潛在嘅風險，所以我哋都會投資喺其他板塊，譬如公用事業啦、原材料、銀行板塊等等嘅傳統行業，以分散風險。但我都想強調，長遠嚟講，中國政府對 AI 行業嘅支持政策會進一步令人工智能更加普及，進而加速滲透喺各行各業。尤其係行業龍頭，佢哋更加要充分咁利用 AI 去維持自身嘅行業領導地位。所以長線投資中國，其實就係等於投資咗喺一籃子嘅 AI 受惠股。如果想全面咁把握人工智能價值鏈嘅潛力，投資者唔應該淨係睇 H 股或者係 A 股。中國 A 股市場喺人工智能基建同埋應用方面嘅獨有投資機會，可以補足離岸市場。透過兩邊一齊投資，先至可以真正咁樣受惠於人工智能喺中國全面普及帶嚟嘅增長潛力。